新德县新埔市场最近的附近的巷仔呢，当咧进行这路边的整修工程。不过这乌起来石头，那造成店家无多做生意，甚至有人无细力跋跋倒去伤着手骨。电工所表示，除了会请这工程工为加强警示以外，民众受伤的部分因来担起责任。民众才准备行去对面，行到一半，一时啊，脚步无大好势，人就无细力跋跋倒。好佳在有好心的民众看到。赶紧把人扶起来，不过民众的脚甲手拢已经受伤。跌倒的时候就很痛啊！幸好是一个那个先生过来帮我拉起来，不然我根本起不来啊。这是新德县新埔市场附近的一条巷仔，最近因为进行路面整修，工程单位甲原地地砖好掉了后，却无随清走，也无留临时通道，那害人受伤。连附近店头家拢完工，根本无法度做生意。他施工前完全没有知会，没有告知，没有协商，来了2台怪手，时机又早，也没有跟我们说明事故要多少天。厂商都会相当注意不要再有尔后类似的情况发生，包含设置相关的便道，让民众可以做通行，还有相关的警示设施，我们都会格外来注意。我会加紧赶工，一定会在下个礼拜5。应该是12月20号的时候，311项就会完工。新埔电工所有会师咧，也对受伤的民众感觉歹势，嘛讲会担起医疗责任，说落来会伫附近加强告示、设通道，来请施工单位尽量赶工，降低施工对店家的影响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